罗总统出访5万，该过境德国捷克对方无同意。苏瓦蒂尼副总理今仔日访问台湾，展现坚定争议。2026世界新闻自由指数25年来上歹，咱台湾今年排28名，退步4名，维持伫咧亚洲第一。这打4月，印度北部已经冲到44度，政府发布热浪警报。另外，苏里亚西北部因为落大雨做淡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来看这罗总统前日是要访问邦交国苏瓦蒂尼，所以因为中国施压，非洲国家撤销飞航许可，只好取消。即阵外国媒体彭博社是报道讲，咱本地是有按算5万该过境德国甲捷克，不过对方也拢无同意。针对这款讲法，总统府甲外交部今日回应讲，安排总统出访会以安全谨慎为原则。总统，请问德国跟捷克有拒绝我方过境吗？听听问会，总统就清朝无停乱，因为外媒彭博社报道，罗总统原本要访问苏瓦蒂尼行程，伫中国是非洲3国取消飞航许可了后，咱展开48点钟紧急应变，向德国、捷克等欧洲国家提出过境请求。报道指出，德国总理梅尔茨也知影这代志，不过德国政府认为，罗总统全期降落有问题，而且中方知影德国咧考虑的时阵，也敲定为是最后德国甲捷克拢无允准罗总统过境。元首出访受阻，主要是因为来自北京的施压。我们非常的感谢有诸多的友盟国家在过程当中协助我们。本案相关行程安排，外交部均秉持安全以及专业原则审慎规划，并与相关各方持续保持联络协调。基于飞航安全、整体行程以及任务顺利推动等多重考量，外交部对相关作业细节没有评论。总统府甲外交部拢无正面回应报道内容，敢若强调过程中秉持安全、审慎原则，安排相关的行程。其实德国执政联盟之一的基民党、基社党各国议员访问团多伫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会见时阵讲到，中国干负第3国行使空气管理权限，感谢德国甲友好国家的声援甲支持。既然是这种比较紧急的这个状况，而且是因为此路不通，然后另寻他路，然后又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曝光，当然被拒绝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哈，可能比较不涉这个德国、捷克对我方的这个所谓外交的这个关系。中国外长王毅最近甲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见面，佮表示，年代第2500号决议已经解决包含台湾在内全联国代表团问题。咱外交部强烈谴责甲抗议，表示第2500号决议无涉台湾，也呼吁联合国体系遵守中立原则，唔通配合中国打压台湾参与的正当权利。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总统赖清德无法度亲身去苏瓦蒂尼，不过2个争议有关认定。苏瓦蒂尼的副总理查杜利带团访问台湾，今仔日下晡已经到啊。原本我很期待亲自率团访问斯瓦蒂尼，但因为受到外力的影响，部分国家临时取消专机飞航许可。国王陛下第一时间给予台湾的各项协助与支持，并立即指派查杜利副总理担任特使访台。这个具体行动向国际社会传达了明确的讯息，就是台湾与斯瓦蒂尼的邦谊不会因为中国的打压而动摇。And that no force, no matter how strong it is, can break a family bond that existed for the past 58 years. No enemy can come in between a strong family. 赖总统亲身接见查杜利，感谢苏瓦蒂尼长期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甲台湾斗讲话。同时也庆祝台湾甲苏瓦蒂尼邦交58年啊，邀请苏瓦蒂尼的国王再来台湾。查杜利副总理也传达国王的信息，讲对这回受到打压的代志是真遗憾，强调无人会当介入双方的关系。苏瓦蒂尼是随时欢迎赖总统甲台湾人。来看前海军的舰长替一个少校卢雷斯就中共的军舰，佮俄罗对方的战略引起争议。即阵伊就节目的时阵，佮讲有法就甲办，无法甲办就莫用情分甲刁难。即阵就真侪人在讨论讲，即个卢雷斯逐个月领4万5的军人退休金，说咧巴结中国，应该爱取消伊领钱的资格。
不过另外一派是认为讲这是伊的言论自由。你不可以讲话，那你就不要说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你干脆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台湾要是坚持伊有言论自由，前海军舰长，也就是体育少校李礼斯，前日去离中国海军的舰艇，大声喊解放军当咧进步，祖国强大就代表台湾安全等等的言论，去互体育会批评是反背国军甲国家，则目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限制，敢若下用少将以上。等于李礼斯服役的年资若达到20年以上，每个月会当领差不多4万5的退休金，一直领到过往，引起关注。如果未来有相关的法令的时候，我们就按照相关法律去做。现在没有法律，你不用来 PUA 我。我们的两岸条例相关修法，行政院院会这边都已经通过了，那现在一直是挡在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没有复委。那我们希望各界都能够支持。国防部配合立委会提出的修法，已经伫行政院议会通过，不过煞卡伫立法院。中国中央军委会今年扩大庆祝黄埔建校100年，传出若像甲国民党互行动部直接。立委会副主委刘文杰强调讲，若真正有这件代志，会依法来处分。台湾的将领，至少在世的将领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念过黄埔军校的。那什么黄埔100年这些活动，说要跟台湾的相关单位来合作举办纪念，这些都是毫无意义。因应目前复杂的外部威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30针对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行达调审查，其中行政院的版本研议鼓吹战争的言论，增订行政裁罚的规定，互知影这个有限制言论自由的记录。这里面有很多钳制了人民的言论自由，或者是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根本就是当年的数位中介法的一个借尸还魂。在国际上，言论自由都是有界限的啊！任何鼓吹战争之宣传，应该以法律禁止之。这个是各个民主国家的共识。那也认为讲，授权予行政机关家己认定，什么款的言行构成违法，等于是予行政权无限扩大。另也表示，世界民主国家拢伫咧防范强调，台湾嘛同款，认为透过加重处分，才会当真正来主动。记者综合报道。大马3号北港到东引的海底电缆阁断去，1500人受到影响。中华电信目前是用微波通讯来维持东引的信号，当地人是感觉讲网络有较慢，电视也无信号。点开民间开发的台湾海缆动态地图，除了接台湾本岛和马祖的大马2号，今年3月修复了，阁断缆。大马3号北港到东引段的海缆嘛呈现红色断线的状态。司法部指出讲，日到接到中华电信的通报，这段海缆新线阁断去，造成海缆转断，主要影响人口差不多1500人的当影响。这几年下来，这个次数是蛮频繁的，所以大概相信只要在网络上面使用，稍微觉得卡卡的，都会想说是不是海缆又出问题了。现在有线电视部分是完全没有讯号，跟乡亲的这些生活作息当然会有一些影响。虽然中华电信已经开微波通讯来避弯，维持东引乡的行动电话数据上网者的服务，但是乡长讲，乡亲嘛是反映网络较慢，而且有线电视因为无法度转换设备，即嘛是全面断线。司法部嘛要求中华电信积极协调海缆上紧7月底完成修复。这摆海缆阁断去，初步推估，意思是靠搭伫东引北澳岸边的中国渔船万年鱼63896，因为海上歹造成船身刷去别位，才造成海缆的损毁。其实万年鱼63896伫靠搭了后，船头家伫3月底要委托中国籍的工作平台船海勤港66进场执行船体移除的作业，但是当阵都因为时间无细致，互大马3号一寡心线受损，海巡署随甲时间人员带登去调查，你会关心敢有铺设地带侵扰的疑虑。你说你要切割船，你切割到那么深，我一直认为这个背后是这么单纯吗？我们一定是料敌从宽，所以第一时间我们一定绝对就要去确认这是否真实的是一个意外。好，那背后是不是有国安的疑虑？那这个部分的 SOP 我们有建立起来，甚至于我们也会从水下去看。最近几年，欧洲的波罗的海同款是虽然所发生海缆防破坏的事件，关键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引发关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嘛对这个议题举行听证会，外委会主席李启呼吁各国加强合作，来提升海缆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今仔日公布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全世界新闻自由是长咧恶化，是25年来上歹的。咱台湾今年是排伫咧28名，退步4名，毋过是维持伫咧亚洲的第一。咱附近的国家相对中国来看，是排伫咧178名，是全世界倒头算上尾的第3名，甚至去互无国界记者组织形容是全世界上大记者监狱。这上界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扩大审查，甚至镇压国内消息。中国做法即越南甲缅甸阁有样看样，讲为着维护网络的安全，用法律来限制新闻自由。也若是在香港是自从反送中运动了后，新闻自由就直头下降，即阵已经排伫咧全世界第140名。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李德英去互当判20年，也是这国安法实施以来上界重的。咱镜头换来看，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也受到限制。这韩国是排伫咧47名，日本62名。韩国这边是制定法规，希望会当打击假消息。不过打击假消息甲维护报道权是真歹平衡。也若是日本这边是有国家机密法，造成新闻业都爱自我审查，有一寡话变咧唔敢讲。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30公布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受到评分的180个国家内面，挪威已经连续10档得到第一名。但是今年有超过半数拢做94个国家红列入困难含正歹的类别，显示全球新闻自由正渐渐恶化，降到25年以来上低。Very often we put ourselves in the trap thinking that there's nothing is going on because there's no huge news about Hong Kong anymore about media. Well, RSF have been really closely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situation of local journalists, foreign media that are being pressured, doxed, intimidated on a daily basis, surveilled, followed by the authorities. 依传媒创办人李志英红当判20年，打击香港的新闻自由。香港已经连续2年的排名维持伫140名。中国因为用国安法等等来打压记者，排名连续2档拢维持伫倒头算第3的178名。台湾受到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倒退4名来到第28名。虽然同款是亚洲第一，但是 RSF 警告讲，台湾伫维护资讯可信度的方面，当面对严峻的挑战。台湾人性社会研究中心嘛发布假信息的调查，理财投资和个人窃取各自的这样子一个就是假讯息的主题类型放进去以后，它立刻跃升为所有讯息的第1名这样子。问卷的调查发现讲，常常看到的假信息的类型，除了诈骗，还有政治和个资。常看到的传播管道是查找烟瘾和通讯软体。假信息对社会影响愈来愈严重，嘛影响民众对政治人物、媒体和社会的信任度。假讯息不管包括用 AI 技术，或者是它的传递的手法，各种的类型，其实它一直在演变。所以我们社会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这么假消息的问题已经是长期性和普遍化，相关治理已经让民众认为讲是一项下部门、下角色的共同责任。研究中心嘛，呼吁政府透过制度的设计，下部门协作和成效透明化，让假信息的规则转化作会当看到的行动结果，提升治理信任和公共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网络抛一张家己牙签 AI 做的图，经过伊朗就爱较巧咧。Trump 是强调讲，只要这伊朗答应放弃核武器，美国才有可能会解除封锁。因为荷姆兹海峡封锁石油运不出来，国际石油的价销已经达到4年来上介贵的。伊朗一直相比制造核武原料的高浓缩铀问题，佮用远兵之计，想要成功荷姆兹海峡。要谈判后，并且佮讲，互川普真生气。20伊伫真实社群发一张 AI 图，就将他靠伫长青的板机顶悬，经过伊朗爱较巧咧。美国袂过做好化人，刚日伊伫北京接见阿提米斯2号太空人的时阵，佮一摆表示，若伊朗答应袂过付核武对使。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真成功，对海人应该放弃抵抗。记者问到美国是毋是对伊朗搁进行新一波打击时阵，川普回无讲是。I don't know. It depends. We have talks. We're having talks with them now, and we're not flying anymore with 18-hour flights every time we want to see a piece of paper. We're doing it telephonically, and it's very nice. 伊朗军方拜三警告，若美国继续封锁会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佮表示，到即嘛为止，武装部队战争拢是咧互外交战破一个机会。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是真烧钱。美国战情部代理主计长赫斯特29参加众议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透露，美国为开战以来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开大票7900亿。路透社报道，这相当拉萨今年全年度预算。
Approximately at this day, we're spending about $25 billion on Operation Epic Fury. Most of that is munitions. There's part of that is obviously O&M and equipment replacement. 行长霍格塞斯甲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肯也接受质询，众议员亚当史密斯逼问政府无经过国会授权开战，到底成果伫倒位？霍格塞斯讲已经摧毁伊朗地下核设施。So they haven't broken yet. Well, their nuclear facilities have been obliterated. Underground, they're buried, and we're watching them 24/7. So we know where any nuclear material might Reclaiming my be. time for We're just a watching quick it. second here. We had to start this war, you just said, 60 days ago, because the nuclear weapon was an imminent threat. 另外，一个机关指期，美国对伊朗出兵无理由，而且川普总统家己甲美国人家是另外一场中东战争内底，霍格塞斯反倒来批评机关课题。Congressman, you should know better. Shame on you. Calling this a quagmire 2 months in. 这是霍格塞斯为美冲突爆发了后第一摆参加国会听证会，意见所叫的强烈辩护，现场充满回游味。各指控民主党机关讲战争是蓝图，是咧为着人提供宣传素材，暗过由议员批评，应该为6个死亡的陆军士兵实际落台来负责。公视新闻洪如明评论。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已经准备好势强攻伊朗。报道指出，美军的目标是包含能源、桥、军事等关键设施。现主是双方谈判陷入困境。伊朗是捌放调要采取唔捌动用过军事行动。伊朗的海军司令阁讲，因是已经对美国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发动过7架飞弹打击，美军的战机一度无法度出动。所以讲，美国的媒体认为讲，美军放出这个消息是为着要催谈判进度，逼伊朗伫咧核武器的计划让步。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甲罗西亚总统普京电话会谈，主要也是讨论伊朗甲乌克兰两大战争局势。另外，罗西亚5月初9就要举办胜利日的阅兵，不过因是宣布缩小规模。不少媒体是认为讲，是因为罗西亚的军队伫咧前线局势真硬斗。根据 Russia 总统外交顾问乌克沙夫的讲法，美国总统川普甲 Russia 总统普京这摆电话会谈时间超过1点半钟了后，两人对话重点主要是包含伊朗甲乌克兰战争。Russia 表示，普京俄罗川普决定延长对伊朗的停火，也希望延加一调停。包含将伊朗的浓缩铀交予 Russia 保管。川普指出，甲中东情势比起来，伊较犹豫乌克兰 Russia 战争是不是应该停火。I talked about a few different subjects, mostly about Ukraine, and we had a very good conversation. I think we're going to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relatively quickly, I hope. I said I'd much rather have you be involved with ending the war with Ukraine. I suggested a little bit of a ceasefire, and I think he might do that. He might announce something having to do with it. 罗西亚总统外交顾问乌沙科夫接受电话专访指出，针对特别教会的5月初9胜利日节庆，罗西亚会阁进行停火。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позитивно оценил недавно объявившееся России пасхальное перемирие.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л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коллегу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объявить перемирие и на период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Дня Победы. Трамп активно поддержал эту инициативу, отметив, что праздник знаменует нашу общую победу над нацизмом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5月初9胜利日为前苏联时代就是重要国家庆典之一，比如2025年的胜利日80周年，阅兵典礼规模就真大。不过，根据 Russia 国防部的公告，2016年的胜利日阅兵，除了维护战车甲飞弹等大型装备，各军事院校的学生队也未参加，今日保留陆海空军部队的代表单位，不过空中分列式会保留。公视新闻徐家珍报道。这打4月，印度的北部已经降到44度，当地政府发布热浪警报。原来另外一边，叙利亚的西北部是当咧落大雨、做大水。印度的北部受到热流的影响，高温升到超过40度。伫外口，就算野雨伞嘛，热甲一直流汗。伫新德里这间小学教室内底，敢若电风会当吹，校方是要求学生逐节下课拢得爱啉水，而且佫特别设置提醒的铃声。उस बेल को लगते के साथ बच्चे अपनी वाटर बोतल को फिल करते हैं और अगर पानी वाटर में है बोतल में है तो वो उसे पीते हैं। हमने बच्चों को ये भी प्रेरणा दी है कि अगर आपको प्यास नहीं भी है तो भी 1 घूंट पानी आपको हर 35 मिनट के बाद पीना है।
印度大部分地区3月就进入热天，北部地区上热的高峰是伫咧5月。不过最近当地是已经热甲像烘炉共款，高温比以往的平均佫较悬5度。拜六伫咧新德里是观测到42.8度，创下2022年以来4月上悬温的纪录。当局发布热流警报，提醒民众过昼唔通出外，而且减少无必要的户外活动。镜头换来看叙利亚的西北部，当地最近是落大雨做水灾，河川串头大坝崩泛。伫阿利坡南部的庄头是半暝去互大水淹去，村民拢赶紧撤离。طلعنا بالليل والمي فاتت علي وعلى البيت على بناتي فاتت علي بالليل المي وطلعنا بثيابنا بهدومنا لا جبنا اغراض لا جبنا اسفنجات لا الحيف ولا شيء ولا شيء طلعنا برواحنا。紧急撤离的村民暂时互安置伫咧学校，不过因的田地全部拢浸入咧大水内底，敢若会当使铁牛也是各船勉强通行。伫咧进前，伊德里布省甲阿利坡省的南边野区嘛捌遭水灾，大约300顶的铁道全部废弃，也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小连续做大水，也互当地民众的生活伫内战结束进程，也是面对真大困境。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来看新科技，香港的科技公司是开发人形机器人 Sophia， 会晓模仿人类表情，对话佫会晓演讲。4月29，伊佫甲高响乐团合作表演。原来日本这边是日本的航空公司为着解决欠工的问题，按算伫咧东京羽田机场用机器人倒搬行李、倒拼扫飞机。歌手苏菲亚身穿金丝是黑色的礼服，表情十足地演唱和香港浸会大学交响乐团合作的原创歌曲，观众是直直拍扑啊！苏菲亚是香港机器人公司所开发的人形机器人，研发的目的是为着要互伊会当甲人类斗阵做工课。I want to be able to share emotions and stories through music, even if I'm made of plastic, circuits, wires, and metal. It's my way of saying, I'm here, I'm learning, and I want to be part of this beautiful human experience called art. 音乐会的艺术指导讲，教机器人表演古典音乐需要大量幼儿的调整加练习，可以用家己的方式表演。除了机器人，这场音乐会佫结合 AI 网架甲 AI 动作掌握机器系统，互真正的舞者会当含虚拟的角色做伙表演。AI is so common nowadays, but we are not sure, still searching how AI cooperates with us and helping us. AI actually not just replacing human, but helping us to make the world better. 甲人类斗阵做事，甲迄物放上空白仔车，若无问题，就会手互对面的人知影。这个130公分悬、35公斤重的人形机器人，是日本上大的航空公司日本航空按5月开始，踮东京羽田机场设置这款会当协助运搬行李的地勤机器人。日本航空讲，航空业拄着劳动力老化、人员不足，甲入境的游客快速增加，工作量定倍加的双重挑战。为了避免未来可能拄着机场欠工的问题，日本航空上大心引进地勤机器人，要测试2年，主要是协助运搬行李、甲机床摒扫等工课。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再会。